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逢星期一至五嘅焦點短打，我係今日嘅主持呂昌能。國慶中秋超級黃金週假期喺近日展開，那年一嚟，香港以國際城市之都嘅開放姿態，接待咗數以百萬計嘅旅客。然而喺迎接百方客嘅同時，一系列嘅新現象、新挑戰亦都隨之浮現，好值得我哋深入嘅探討。先睇下今年超級黃金週假期，香港到底有幾熱鬧？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日前喺佢嘅網誌發表文章就話，黃金週首4日，內地訪港旅客達到87.7萬人次，較去年上升超過7%，而海外旅客亦都有約12.6萬嘅人，按年升超過30%。入境處嘅數字就顯示，截至10月5號嘅晚上，黃金週訪港內地旅客已經突破咗100萬人次。另外，80%受訪零售業界預期，今年黃金週生意額將會錄得增長，部分更估計可以有雙位數嘅增幅。連日嚟喺中環碼頭、尖沙咀海濱等嘅傳統旅遊景點，旅客人頭湧湧，排起長隊嘅唔止係尖沙咀廣東道嘅名店外，仲有山頂纜車、開篷觀光巴士嘅站頭。但喺職員嘅引導之下，秩序井然。至於10月1號晚嘅國慶煙花匯演，維多利亞港兩岸共有超過34.4萬人觀賞煙花。喺警方嘅人群管理措施同埋特別交通安排之下，活動結束之後，人流高效有序咁散去。呢啲成果都係得益於政府嘅提早部署同埋跨部門合作。除咗傳統景區，唔少貼近港人生活嘅街坊小店或者街道，或者係電影、電視劇嘅取景點，亦都受到遊客嘅歡迎。比如位於大坑嘅炳記茶檔、油麻地警署、西環堅尼地城海旁，旅客同樣係絡繹不絕。另一方面，從官方到民間嘅各類特別優惠、免費節目，都係香港獲讚嘅另一重要原因。巨型紫霞仙子花燈現身西九文化區海旁，國慶節當日免費乘搭天星小輪往返尖沙咀同埋中環。大坑舞火龍，中秋節免費坐電車同埋輕鐵，受惠嘅何止係旅客，香港市民亦都受惠。至於喺深度遊、生態遊成為咗新趨勢嘅背景下，西貢一躍成為內地旅客嘅熱門之選。其中西貢地質公園橋咀島據報喺黃金週嘅首日就有超過4000遊客登島。然而人流湧嚟之際，一啲唔文明嘅行為亦都隨之浮現，亂拋垃圾、違法生火、隨意採挖海星海膽，甚至有人喺珊瑚區浮潛踩珊瑚。相關照片畫面一經傳播之後，當然惹嚟批評，但我哋鬧還鬧，都要客觀理性咁反思。不如簡單將責任歸咎於某一嘅旅客群體，而係應該聚焦點樣喺根源上防範問題再次發生。一方面加強巡邏執法，對破壞生態環境嘅行為依法予以懲處，實屬無可厚非。另一方面，有關部門亦都應該加強創新宣傳嘅方式，善用小紅書、抖音等內地常用嘅社交平台，通過短影片、網紅倡議等嘅生動形式，盡量令到旅客喺登島之前清楚知道到訪呢啲地質公園嘅注意事項，自覺守護生態環境。除咗生態旅遊，有網媒發布旅客喺尖沙咀快餐店過夜嘅報導，亦都再次引發咗社會關於香港應該主攻高端定係平民旅客路線嘅討論。然而，呢兩者並非係對立嘅命題。高端旅客貢獻高消費，平民旅客就帶嚟高人氣同埋流量。縱觀全球，巴黎、東京等國際旅遊城市，無一唔係既有頂尖嘅奢華購物體驗，亦都兼具豐富多元嘅大眾旅遊項目。對香港嚟講，真正嘅挑戰在於能否鞏固好旅遊業嘅根基，既要通過發展遊艇經濟，舉辦國際盛事嚟吸引高端消費群體，亦都需要優化公共交通，增加平價嘅消費選擇，以服務大眾市場。核心在於令到每一位旅客，無論係買奢侈品嘅豪客，定係品嚐街頭美食嘅背包客，都能夠感到物有所值嘅旅遊體驗。事實上，正當香港街頭因為旅客到訪而顯得熱熱鬧鬧之際，台灣嘅旅遊業界正係對無法接待大陸遊客望洋興嘆。呢一熱一冷嘅對比，
就凸顯香港有客光臨嘅珍貴。未來我哋更加應該超越揀客之爭嘅口水戰，尤其係要警惕有人炒作兩地矛盾，製造對立嘅輿論陷阱。香港嘅當務之急係集中精力做好規劃，提升服務質量，創新旅遊產品，優化消費環境，等高端旅遊體驗更加精緻，令到大眾旅遊嘅體驗更加舒心。呢啲先係推動旅遊業長遠發展嘅正道。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如果中意我哋嘅節目，記得留言、讚好、訂閱同埋分享俾朋友。逢星期一至五繼續同大家焦點短打，拜拜。